佢唔開心啦，咁我同。多謝大家今晚嚟收睇我哋今晚嚟現場呢度睇我哋新樂園。有3個靈魂人物要介紹嘅，佢係我哋嘅導演兼編劇陳小東同埋 Melody， 仲有我哋嘅監製朱仲明，有請佢哋。要去多謝而喺啲單位嘅。係啦，我哋要多謝我哋嘅協辦啦 ，MakerVille 魯庭輝先生，Mo 嘅Elisa啦，同埋天下一嘅古天樂先生，仲有我哋嘅海報服裝贊助 IT 銷售平台CityLine.com， 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樂園指定酒店 Hotel Icon， 多謝。多謝佢哋。我都有啲人介紹喎。喺呢度咧，想為大家介紹香港嘅舞蹈團體。PS Cool， 仲有佢哋嘅大佬今次嘅編舞同埋動作指導、形體指導曹德寶先生。另外咧，想為大家介紹樂園唯一一個員工 Donald。製作無論前台啦、後台啦，大家見到好多服裝、佈景、化妝 set 頭，同埋佢哋點樣調度嘅場景，其實需要好多人手。希望你哋可以俾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台前嘅工作人員，冇佢哋，我哋係唔能夠做到咁暢順㗎。我相信舞台劇嘅現場感覺都大家好感受到啦，所以我哋都好想介紹嚟緊2025年，我哋仲有好多好嘅舞台劇作品都想介紹俾大家，係咪 AK？ 係啦，就係有隊長 Lockman 同埋 Baby John， 仲有 Yang， 仲有 Melody 編劇嘅《我推的男子》就會喺10月同大家見面啦。仲有少量嘅門票嘅，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多支持，多謝大家。希望各位可以積極支持《我推的男子》。如果你個人有少少消極嘅，有其他選擇。冇錯啦，就係8月
嘅尾咧，到9月，我哋會有一套劇但係咧嗰套劇咧嗰兩個演員咧好消極，係啊，佢哋賣晒飛之後咧就唔再做宣傳啦。呢套劇咧叫做《消極之詭異》，係邊個做嘅咧？就係白子同阿倫啦，你兩個同我出嚟。導演係小東陳小東。好，入翻去啦。講到戲劇，梗係仲有熱愛戲劇同埋好識得混嘅 Miss Rosa 都有戲劇介紹。Thank you。嚟緊8月，我將會有參演一個劇叫做《笨蕉大劇院》，咁就係睇翻呢度嘅，咁希望到時8月就可以見到大家。多謝你哋。如果8月我哋諗住切嘅話，我哋有啲咩推介咧？其實即時就已經有少少推介㗎啦，係咪啊，芝芝？係啊。嚟緊7月中我就會有另外一個劇場演出，係一個翻譯劇本嚟嘅，係重演，叫做 Skylight， 喺隔離 Drama Theatre 嗰度做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唔知邊個翻譯㗎？但係咧，我哋睇咁多舞台劇，小東你會成日拍手咧，隻手好乾㗎喎，可以點算啊？如果有啲100% 純 organic 乜嘢 Australia 嘅 Camp Queen 咁就好啦。唔知邊度有咧？我頭先咧喺劇場門口見到有一檔好似賣緊啲好嘢喎，咁唔單止有 Camp Queen，仲有 Body Mist， 唔中意噴香水都可以用喎，而且仲可以飲杯咖啡添。係啊，睇咁多 show 真係會攰㗎，希望各位可以出去支持下 Camp Queen 同埋咖啡。係啊，就喺隔離個檔攤嘅啫，就係有蘇芬啲人賣，同埋少少套天。嗱，依下係咪預購啊？要預購嘅，有現貨。啊，有現貨啦已經，歡迎大家搶購，耶！多謝大家。多謝咁多位，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俾第10幾場啦，13場，第13場觀眾影張大合照。左手邊嘅大會攝影師，好，中間。好，右手邊。係中間一層。